一、二、三，爱已经变无奈，泪一滴。伫咸酸苦涩内找无知，无讲出嘴，心肝早就变质，何必枉费感情为着你？我嘛着爱家己。爱若走味，阮面也袂知，放互开，委屈的爱无滋无味，无意义。爱若走味，那着费心机。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呢，是郭庭云的新歌《爱那走味》。这首歌当时也是民视8点档《爱的荣耀》最新档的8点档连续剧《爱的荣耀》的片头曲。作曲呢是许明杰，作词是蔡湘怡我好喜欢蔡湘怡写的词都柔柔的这个很喜欢来，这是一首降低调的歌曲4/4拍子，就是一个小节有你看1、2、3、4有4拍，那它的速度呢是68。那速度这个4分音符等于68的意思，就是说1分钟里面呢有这个4分音符当做一拍有68拍1分钟有68拍，那我的心跳才74，那跟我的心跳很接近，没错所以呢跟我们心跳一样慢慢的来唱来就介绍这首郭庭云的新歌给大家啦。So mi so re mi re re do do la do mi so 2、3。So re mi re re do do r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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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do mi so 类前短后长怎么讲？前面长我们说这个看这个简谱那个没有点点的这个so底下有一个点就是低音的意思这个拉底下有一个点就是低音的意思。那头顶上有点的呢有没有？我们看一下。这首歌好像没有头顶上有点的，这首歌感觉上比较低好这个脚底下有点的就是低音的，那脚底下没点的呢，那就比它高就比它高来，那这个脚底下有一条线的呢脚底下有一条线，像这个咪收就是一条线，那就是咪半拍收半拍，那脚底下2条线呢只有1/4拍，所以呢这个录音你看它1/4，那这个哆半拍就已经比前面这个长了它有一个附点。好，我们说附点呢有多长？附点是前面的这个音，那就是哆的一半。那哆唱多少？哆唱半拍。那这个点就是半拍的一半，1/4拍。所以这一个哆哆加上附点加起来3/4拍，这个拉只有1/4这刚才是做数学题呢对嘛这个2条线就比较短的，对，所以这里要唱拉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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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要快要1/4，哆一拍3/4拍 ，so re mi re r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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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一拍哆，我们打拍子就像我的游标一样，往下再拿上来就是一拍 ，so re mi re r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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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do mi so 3停，爱已经变无奈，泪一滴3停。好，再一次来，爱已经变无奈，泪一滴。好，来我们看这个滴这个字呢滴咸酸苦涩来滴咸酸在酸甜苦辣里面呢找不到甜的这个酸甜苦辣只有酸甜苦辣就是没有甜的滴这个滴滴答答的滴不过呢它有多长？还有1/4拍
然后2条线1/4拍啊，而且它是个低音的。那前面的这个呢0就是要休息4/3拍，那才唱这个1/4拍的低。停嗦停嗦停嗦啦哆，嗦啦哆哆瑞哆哆哆瑞咪。嗦啦哆哆瑞哆哆，这个哆瑞哆哆呢，2条线1/4啊，所以4个音合起来才1拍，所以当然速度就快啦，对不对哈？的减声的减声扣有2个音啊，下来啊，嗦啦哆哆瑞哆哆。都来不但不是只有1/4啊，它还延长了1拍哦。来，嗦啦哆哆瑞哆哆来哆瑞咪，我念的那个来就是来内里面的这个后面这一拍有没有？来，再一次来，停，嗦啦哆哆瑞哆哆来哆瑞咪。来，我们看歌词来，第减声扣下来吹啊，这个吹无低就是找不到了哈，吹就是这个用吹了。来，第减声扣下来吹无低，再一次，第减声扣下来吹无低。好，接下去。瑞咪瑞哆啦2/3，瑞咪瑞哆啦2/3，瑞半拍，咪半拍，瑞哆2个合起来才半拍，然后呢拉又半拍，瑞哆啦，瑞哆半拍。来，我们打拍子，这个游标往下就是打前半拍，拿起来游标拿起来唱后半拍。来，瑞哆啦，瑞哆啦，来。瑞咪瑞前半拍，咪后半拍，来试试看。瑞咪瑞哆啦2/3，瑞咪瑞哆啦2/3。我念的2/3是什么？这里这个拉是2啊，这个一条线是第2拍哈啊，这个就它的这个。莫讲出吹2/3啊，这个吹呢哈，这个第1拍的后半拍，然后第2拍、第3拍都是吹。有同学问我，那这个吹后面这2个音怎么办？同学，我们用这一个字啊，前面的这个字呢哈，去拉它的，去用它这个字的尾音，就是它的韵母哈啊，去拉这2拍。那这个字怎么念？吹后面是什么？一。对了，好棒哦！举1反3，同学你猜对了哦。来，莫讲出吹，这样就对。吹2/3，后面这2个都是唱1。好，来，莫讲出吹，瑞咪瑞哆嗦。哆啦啦，来瑞半拍，咪半拍，瑞哆又半拍，对不对？嗦也半拍，可是这里还要拉长一个嗦，所以我们打拍子的时候呢，瑞游标向下，咪游标向上，瑞哆游标向下，嗦又向上啊，这个嗦呢，这个嗦又向下，然后所以游标这个游标要向上的时候才唱哆啦，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拉又1拍哦，来瑞咪瑞哆嗦。哆啦啦，再一次，瑞咪瑞哆嗦，哆啦啦，哈，什么？哦，有同学建议我，那既然要用游标来打拍子，下次要把游标变颜色。同学，你这个建议很棒哦，我列入谨慎的考虑。我下了课赶快去把游标换个颜色，下次可能大家看就比较清楚哈。给你拍拍手啊！这个建议很棒。来，瑞咪瑞哆嗦，哆啦啦，心肝早就变真，心肝心空一口啊，有没有？前面也有2个字忘了给大家介绍，减，大家读读看，减生口下，这2个字都要闭口哈。嗦啦哆，伫减酸苦涩来吹无甜，无讲出嘴，心肝早就变真。来，咱继续。
拉哆咪瑞瑞拉哆，再一次，拉哆咪瑞瑞拉哆，来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何必枉费感情？哎，这个拉哆的前面要休息，所以我用来代替这个位置，拉哆，哎，这个何必是后半拍嘛？啊，这个咪呢3/4拍，咪瑞瑞拉哆，瑞拉半拍，哆半拍，但是不是感情，不是哦，感情这个拉是情，然后连着后面的哆，这样子，拉哆咪瑞瑞拉哆，何必枉费感情？来，再一次来，何必枉费感情？有发现吗？我不是枉费感情，这个转音瑞要带进呢，瑞咪来，何必枉费感情？拉哆咪瑞2、3，好，这个瑞呢，咪前短后长，咪短后瑞长，而且再拉长两拍啊，瑞一拍，这个一行又一拍，拉哆咪瑞。拉哆咪瑞，哎，对，来从这边来接来，拉哆咪瑞瑞拉哆，拉哆咪瑞2、3，来，我们来唱一下歌词，1、2、3。何必枉费感情，为着你，咪拉哆瑞哆哆哆2停，来，咪拉哆瑞哆哆哆2停，我嘛就爱家己。哎，有2个音哦，来，我把它推上来一点，来，我只有3/4拍了，停，我嘛，哎，停真的是要停这么久呢？停，我嘛，有没有发现的？我嘛，这是半拍，那3/4拍呢更短一点的，我嘛就爱家己2，再一次来1、2、3停，我嘛就爱家己。来，我唱一个错的，来1、2、3，我1、2、3，1、2、3，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第4拍的前半拍，有没有啊？来，我唱一个错的，就是什么？有的同学属猴子的怎么说？猴急啦啊，就是这个我呢唱成半拍，怎么1、2、3，我嘛丢不对，要短一点来1、2、3停，我嘛有没有短一点？我嘛，来错的怎么唱？我嘛是不是觉得哇比较长？对，所以这个哇是短的哦。来，我们从翁回来接来了，翁拉哆咪瑞瑞拉哆来。何必枉费感情？我听到同学在窃窃私语哦，觉得我这里要唱的时候，为什么我又唱一遍科普？同学，如果你怕唱错，那简单就是把歌谱唱一下，歌谱节奏也有，音高也有啊，旋律节奏都有，对不对？那我来唱这个，那再来唱完了歌谱，再来唱歌词，是不是就不会唱错呢？其实这就是唱的正确、唱的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哦。来，我们再来拉哆咪瑞瑞瑞拉哆咪，前长后短啊，这边呢2个都半拍啊，然后再还有一个哆是半拍了。何必枉费感情，为着你2、3停，我嘛就爱家己2停。好，主歌唱完了，我们来把主歌连起来，来1、2、3，爱已经变无奈泪一滴。伫咸酸苦涩来找无滴，无讲出嘴，心肝早着
变质，何必枉费感情？为着你，我嘛着爱家己而定，嗦嗦啦嗦，嗦嗦，嗦前半拍停。嗦嗦啦嗦，啦嗦嗦嗦咪瑞咪，哎那走咪，这个走呢吼有转音，嗦啦嗦，哎那走咪，哎那走咪走，啊把这个嗦带进来，哎那走咪二。那嗦嗦嗦咪瑞咪，这个亚维，我用一个紫色的框框把它框起来，有没有？四方形框框起来，这是一个第一个，这一拍呢有3个音，第一个嗦短，第二个长，第三个又短，所以两头短，中间长，有没有？你看两头都是2条线的，所以是不是短？中间只有1条线，是不是比较长？对，所以这个呢。这是一个切分音，哪一个切？豆干海段切一半，那个切8段的切，分呢1分钟、2分钟的分啊，切分音。嗦咪瑞咪，嗦咪瑞咪，嗦咪瑞，嗦咪因为嗦咪瑞这样子我怕大家听了不习惯，所以我接上后面的咪来，嗦咪瑞咪，那嗦嗦嗦咪瑞咪。啦嗦嗦，问咪这个问呢？问什么？问导游啊，这个白斩鸡啊，那要吃的时候，咸太淡了，是指怎么样？沾酱油膏有没有啊？来这个问导游的问呢？问咪啊，这个你吃东西呢不够甜哈，或者喜欢蜂蜜的味道来。沾一点蜂蜜，这个温蜜就是沾蜂蜜，然后啦，温蜜啦嗦嗦嗦咪瑞嗦咪瑞咪，啦嗦嗦嗦咪瑞咪，温蜜也袂甜，温蜜也袂甜。我们从前面来，爱啦走咪，温蜜也袂甜，爱那走咪。温蜜也袂甜，好，接下去呢？啦嗦咪瑞咪瑞哆瑞咪瑞哆啦啦啦哆哆，嗦咪瑞咪瑞咪瑞哆啦啦啦哆哆，再一次，嗦咪瑞咪瑞咪瑞哆啦啦啦哆哆。放好开，放有2个音，嗦咪那好呢瑞放好开，委屈的委也是2个，委屈的委有2个音，委屈的爱无助无味2个字合起来才半拍，所以是快速的，无味不是无味，不是这样是错的，无味，放好开，委屈的爱无助无味，从这里来，爱那走咪来，爱那走咪，温蜜，那嗦嗦温蜜，什么？再一次，好来，温蜜，好，再一次，我们也谱也再一次，啦嗦嗦嗦咪瑞咪，好，再一次，啦嗦嗦嗦咪瑞咪，好，我们歌词也再一次，温蜜也袂甜，温蜜也袂甜，温蜜也袂甜，放好开，好，来，我们把它连起来，来，1、2。爱那走咪，温蜜也袂甜，放好开，委屈的爱无助无味，哆嗦咪瑞。这里比较特别一点，给大家介绍。哆嗦咪，好，咪还有半拍要往下看一下，我注意看我的游标，哆嗦咪瑞，咪还有咪后嗦咪是后半拍。游标往上，这个咪呢又游标又往下，然后才 re
哆嗦咪瑞，无意义，无意义，无意义。好，来把前面这一句连起来，来，爱若走避，阮蜜也袂甜，放予开，委屈的爱无滋无味。不对，对不对？刚刚我提醒过，这里不是无味，对不对？好，总有同学发现了哈，很棒，可见老师刚刚讲你有注意。再来一次，爱若走避，再一次，阮蜜也袂甜，放予开，委屈的爱无滋无味，无意义。爱若走避，没错，爱若走避，过一摆啦。啦嗦嗦嗦咪瑞咪，啦嗦嗦嗦咪瑞咪，这个一嗦咪瑞咪，这只有一拍。可是要唱4个音，拉嗦嗦拉嗦拉嗦，哎，对不起，嗦拉嗦来，嗦拉嗦嗦拉前半拍，嗦后半拍，嗦咪前半拍，瑞咪后半拍，嗦拉嗦嗦咪瑞咪，嗦拉嗦嗦咪瑞咪。哎，为什么你觉得我咪比较长？当然啦，这里还有一个啊，有发现了哈，来，爱拿招咪来。爱若走避，若着费心机，费伊心机，费心机不对，费心机不对，来费心机，来心机，心机啊，就变成半拍半拍，这个咪就跑到这里来了，不对啊，来，千万不要唱错的哦，来，爱若走避，若着费心机，对了，这次就对了，来，我们把对的再来一次，来，爱若走避，若着费心机，嗦瑞咪切互你切。对，这个切语段啊，这个呢，我们一般都写成知乎也者的乎哈，切互你啊，就给它切的哦，要切干净了哈，切瑞咪嗦瑞咪切互你，爱若走避，若着费心机，切互你，瑞咪瑞瑞咪瑞瑞咪瑞，我有。瑞咪瑞哆瑞瑞哆，这里又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哆是前半拍，瑞呢，瑞是哆的后半拍，然后是瑞哆的前半拍，所以这个瑞打拍子的时候怎么样？哆下去，瑞上来，又下去，又上来的时候才唱瑞哆哈，瑞咪瑞哆瑞瑞哆瑞咪瑞瑞瑞咪瑞哆。瑞瑞咪瑞哆啦瑞哆，瑞咪瑞哆瑞瑞哆瑞瑞咪瑞哆啦瑞哆，2、3。我有真心，不过是你爱袂起。我有真心，不过是你爱袂起。好，我们从第2次的爱那招比来。爱若走避，若着费心机。哎。老师唱错了，来再来一次，来，爱若走避，若着费心机，切互你，我有真心，不过是你爱袂起。好，接下来呢，间奏3小节，然后停，爱经爱，然后要反复，我们找一下反复记号在哪里？的家，所以从头又再唱啊，然后呢又唱到哪里？不过是你爱不这个不对哦，这里只唱1，这里也1，这里也1，那2呢？2的家有没有发现？对不起，这个哆是多，这个1是多的，这个是2啊，这个是第2次，这个高帽子1要唱这一行，那高帽子2要唱这里啊，来不第2遍。我有真心，不过是你爱，来接这里，袂起
袂去，爱那走，嗦嗦拉啊！但看到一个蛇钮怎么样？好，我们要回头。蛇钮有一个特性，我们看在后面歌曲的后面看到蛇钮的时候，要回头向后转去找另一个蛇钮在哪里，得加副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唱第二遍得加爱袂去的时候呢，我们爱哪走，然后马上要接副歌，问笔也袂甜，继续唱这个。我有真心，不过是你爱。那第二遍呢？第二遍唱过了的，现在是要接第三遍。不过是你爱袂去，我有真心，不过是你爱袂去。第三遍呢，要把最后面这一句再唱一遍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这首爱那招逼，总共要唱2遍半。我们刚刚逐句的交唱完第一遍了，对不对？来，我们来唱第二遍，然后接副歌第三遍别忘了后面还有一句来，我们从这里呢，这个这里这边爱，然后要接最前面，对不对？1、2、3，爱已经变无奈，泪一滴山顶，滴咸酸苦涩来找无甜，无讲出嘴，心肝早就变质，何必枉费感情，为着你，我嘛着爱家己儿，爱若走避，阮蜜也袂甜，放予开，委屈的爱无滋无味，无意义。爱若走避，若着费心机，切予你。我有真心，不过是你爱袂起。爱若走避，阮蜜也袂甜，放予开，委屈的爱无滋无味，无意义。老师你唱错了，这是哆嗦咪瑞，没错。但是呢，这个郭庭云在唱第3遍呢，他这里唱嗦嗦咪瑞，嗦嗦咪瑞，无意义。再唱一次来，嗦嗦咪瑞。来，我们从这个爱那走避来接这个无意义这是第3遍了。来，爱那走避，阮蜜也袂甜，放予开，委屈的爱无滋无味，无意义。爱若走避，若着费心机，切予你。我有真心，不过是你爱袂起。我有真心，不过是你爱袂起。停，那这首歌呢，唱到这边2遍半，就都给大家介绍完毕这是郭庭云小姐呢最新的这个主打歌好，很好听民视8点档《爱的荣耀》的片头曲。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